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霸財。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介紹赤峰黃金693呢隻股票。咁近日咧，高盛等主流嘅投行咧，大幅上調咗黃金嘅目標價，去到咧5400蚊美金。咁以及咧，全球央行嘅一個購金潮不斷咁去延續。中國央行咧已經連續14個月增持黃金，波蘭等等嘅國家咧，亦都公布咗黃金增持嘅計劃。亦都均成為咗催化近期貴金屬不斷走高嘅一個因素。咁截止1月23號嘅晏晝時分咧，黃金盤中已經刷新咗歷史新高，去到4970美金每盎司。咁我哋亦都見到咧，黃金板塊近期咧都係迎嚟咗一個非常之強勢嘅一個行情。好啦，咁我哋睇一睇點樣利用我哋嘅霸財指標發掘黃金股當中嘅一啲投資交易嘅機會。咁首先咧，我哋可以見到吸籌指標喺呢一個底部嘅震盪階段咧，已經發出咗主力資金買入股票籌碼嘅信號啦。咁去到呢一個位置，追售指標亦都由藍色嘅空頭趨勢轉為咗黃色嘅多頭趨勢，發出咗買入信號。跟住落嚟咧，莊家抬轎指標亦都由無莊控盤轉為有莊控盤，發出買入信號。咁見到咧，後續赤峰黃金亦都迎嚟咗波非常之強勁嘅一個上升嘅行情。